钵，佛教修行与文化的象征。钵作为佛教僧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法器，不仅在宗教和文化中有着深远的象征意义，也是佛教徒简朴、知足和修行精神的体现。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佛陀时代，随着佛教的传播，钵的形状、材质和用途在不同的佛教传统和地区中有所不同。它既是僧侣接受布施的工具，也象征着佛教教义中的平等、空性和慈悲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尽管钵的功能有所演变，但它仍然是佛教修行和文化中的核心元素。一、钵的历史与起源。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佛的时代。在佛教经典中，佛陀及其弟子们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，主要依靠信徒的布施来维持日常饮食。佛陀规定弟子们只能携带简单的用具，包括钵。钵最初是由泥土、石材或铁制成，形状如碗，主要用于接受布施的食物。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托钵行脚，即僧侣每天清晨手持钵在村庄或城市中行走，接受信徒布施的食物。钵的使用不仅仅是为了生存，也是一种修行的体现。僧侣们不挑选食物，信徒布施什么，他们就吃什么，不贪图口味和数量的不同。这种接受布施的方式象征着对世俗物欲的放下和对佛教修行的专注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僧侣们修习了不执着于外在事物的心态，培养了平等心和忍耐心。二、钵的象征意义。钵不仅是僧侣生活中使用的工具，还承载了丰富的象征意义。它在佛教教义中代表了知足、简朴、空性和平等。一、简朴与知足。佛教提倡知足常乐，钵正是这种教义的体现。僧侣每天只接受信徒布施的食物，不主动寻求或积累过多的物质财富。钵的使用代表了僧侣对物质的最低需求，只求温饱，不追求奢侈享受。这种生活方式与佛教的戒贪思想相符，提醒修行者不为物质欲望所牵绊，保持内心的清净与平和。二、空性与平等。在佛教哲学中，空性是核心概念之一。钵作为一个空的容器，本身没有任何固定的内容，象征着诸法无自性的空性观念。钵的空与满取决于信徒的布施，这也象征着佛教中缘起性空的教义，即所有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，无有自性。同时，钵也象征平等，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的信徒，僧侣都会一视同仁地接受布施。这反映了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思想，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布施积累功德。三、慈悲与无执着。钵的使用还象征着佛教修行中的慈悲心和无执着心。僧侣通过托钵接受布施，不仅在物质上依赖信徒，也在心灵上培养了慈悲和感恩之心。同时，僧侣不挑选食物的行为表明他们对外在事物。三、钵的精神内涵及对现代人的启示。虽然钵作为僧侣的工具和法器，其直接使用在现代生活中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普遍，但其背后的精神内涵仍然对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示。一、简朴生活与知足常乐。现代社会充斥着物质诱惑，许多人被消费主义所困，追求不必要的物质享受，甚至陷入焦虑与不安。而钵所象征的简朴生活提醒我们，无论生活中有多少物质财富，知足常乐才是真正的幸福之道。钵的存在鼓励人们放下对外在物质的执着，专注于内心的宁静与满足。二、平等与慈悲心。钵不仅仅是物质需求的象征，更传达了佛教中平等与慈悲的理念。在布施的过程中，僧侣一视同仁地接受所有信徒的供养，不论布施的多少，表达了对众生平等的尊重。这种平等观念对于当今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，特别是在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时，我们可以通过钵的象征意义，一来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并培养对他人的关怀与尊重。三、无执着与内心解脱。钵象征着对外界事物的不执着，这种态度不仅适用于僧侣，也对现代人有重要的启示。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很多人执着于名利、财富和地位，但这些往往带来更多的压力与烦恼。钵提醒我们放下执着，追求内心的自由与解脱，才是生活的真正意义。四、布施与感恩。钵也是布施文化的重要象征。现代人可以从布施的行为中汲取精神力量，
不仅是物质的布施，更多的是内心的分享与给予。通过帮助他人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内心的满足和喜悦，同时培养感恩之心，珍惜我们所拥有的，而非对未得到的事物感到痛苦。结语：钵作为佛教修行的象征，不仅在宗教意义上具有重要地位，也为现代人提供了深刻的精神启示。从钵的历史到其象征意义，我们可以看出钵不仅仅是一个接受布施的工具，更是简朴、平等、慈悲和空性观念的象征。通过对钵的理解与反思，现代人可以从中汲取智慧，追求内心的平静，放下执着，并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与满足。钵所代表的佛教精神与当今社会的需求不谋而合，特别是在当前物质丰富但内心焦虑的时代，钵的象征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平和与解脱的路径。